高峰對決前一星期，我就報咗4神機作為個練習賽。我之所以報呢場，係因為個距離同高峰對決都幾接近，咁又有好多 friend 一齊玩，咁當日都跑得幾唔錯。Tomorrow。早晨，今日係比賽嘅前一日。今朝咧就肚屙，個飯都未食咯，而家係午餐都未食啊。當日到咗比賽場地先發現，基本上着衫鞋冇幾個，跟住全部都着跑鞋。我就心諗咁好大領落啦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當日比賽跑出嚟真係非常之唔好啊個成績。重點係一開頭就喺屋村嗰度行錯咗路，跟住耽誤咗幾分鐘嘅時間。咁我上山係上到差啲抽筋，咁跟住落到平路已經係抬腿都抬唔到咁滯啊！加上對鞋本身已經係比普通嘅跑鞋重好多。但係值得開心嘅係，我哋攞到隊際嘅第一名，我哋可以有 Q 韓一齊去承慶功宴。但係一個時間實在太廢啊，根本派唔上用場啊！本來食完飯諗住去睇戲嘅，但一個行下行下，覺得越嚟越唔對路，本身已經頭痛噶啦，跟住差啲走唔到啊！真係小弟唔配你哋癲啊，我返歸先啊！